好，欢迎收看《台湾名人堂》。台湾名人堂要告诉您有故事的人，有意义的事。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你要说他是新人吗？但是呢，你看到他又会觉得特别的亲切，还有熟悉。他是金曲歌王，出道32年了。在16岁的时候参加台视的歌唱比赛，那时候他才是高中生的年纪。不过呢，他一路过关斩将，连闯了10关，拿到了第1名。当时很多唱片公司都看上了这个年轻小伙子的潜力无穷。果然，他出道之后就一首男女对唱《无言的结局》迅速走红，而且之后呢，连续发行了28年的台语专辑。但是今年呢很特别，他要以新人的姿态再出发，再度发行国语专辑，回到他梦想的起点。今天我们就来欢迎这位新人 Daniel 罗时丰。美丽的主持人你好，大牛哥好，大家好，很开心，也很感动能够来上这个节目。谢谢大牛哥，其实应该要叫你 Daniel。都可以，我好像蛮多面向的，我可以叫我 Daniel， 也可以叫我大牛，也可以叫我 DL， 最新的一个称号。还有罗时丰，罗时丰。不过一开始这个 Daniel 这个英文名字哦，听说它的由来还蛮特别的。我有一次到 LA 去表演，那有一个赞助厂商，我们开了一个记者会，外国人他其实也根本不认识我，那他也就很 nice 的坐在我旁边，就问我说，What's your name？是啊，我没有名，英文名怎么办？我就说My name is 大牛。Daniel， 这个就很好意的这个问候。我在想，Daniel， 不错。我一直还在烦恼，说我没有英文名，结果是那个外国人帮我取了这个英文名字。那时候大牛哥呢，其实或许要帮观众回复一下当年的记忆。那时候为什么会叫大牛？我记得我上友台的一个节目叫《双星报喜》，双星报喜这个节目，那时候主持人是周美仪跟八哥，胖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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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欢喜喜，不要说我胖，变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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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一些朋友如果那个年代应该都会很有印象。我记得就是在一个过年的特别单元，于天的弟弟演唐明皇我就演那个戏中的大牛我一见你就讨厌，我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别以为美容真伤好欺人。大牛，别胡说，快去扫厕所，有没有那个？超厉害！演完以后，美仪姐觉得说，哎呀，你真的好像大牛啊！你这就开始就一直叫我大牛，大牛，叫到后来坊间很多朋友就开始称呼我叫大牛。不过你这个，很亲切。不过你当时叫大牛，而且刚刚唱的是黄梅调嘛。但是你这次要用新人回到你这个当初你很梦想的是想当国语歌手，你再度回到这个梦想的起点，你唱的是国语歌，但是这个唱腔上好像花了1年多的时间下了苦功，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这个唱法诠释的方式就是比较传统因为我们也是受到很多前辈的影响所以就接收下来那个方式就一直流传下来。那我们也就习惯性的拥有那种灵魂在。那当然，我这一次完成了我这个出国语歌的这个梦想出了这一张新元素的一张专辑其实也是与时俱进我们当然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唱法是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我们要跟年轻人多多学习。对，所以这一次就一些的诠释的方式就不太相同。我记得你的第1张国语专辑是《善变的脸》。那所以如果要用现在的唱法，就是以你这次的 Daniel 的身份来唱的话，当时善变脸或者现在的唱腔会有什么不一样？善变的脸但是我记得，因为那个共鸣点都压得比较下面，在耳边留恋着你的诺言，在眼前模糊的你，会有这种方式。那现在唱可能会共鸣点会比较提起来，在耳边留恋着你的诺言，在眼前模糊的你，却离我越来越远。
对。那以前会很习惯性的把每一句都唱得很满，在耳边留恋着你的诺言，会把它唱很满。现在其实歌曲其实也不用那么的，其实自己也累啊，就很简单，好像在对你诉说一样，在耳边留恋着你的诺言，在眼前模糊的你，却离我越来越远。突然好陶醉啊！所以其实，在这整个一年多的准备时间当中，你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里？是要换那个共鸣点跟那个唱腔，还是在咬字方面？其实都不太容易。说真的，长期下来的一个习惯啊，你要在短时间里面把它改变啊，其实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啊。尤其像共鸣这个部分，我们已经习惯的共鸣的位置是在这里，你突然要把它转换，啊，这也要经过一般的这个训练，然后老师的教导，然后还有咬字。我一直很想问你，咬字的部分有没有练很久？老师1对1的时候，咬字部分啊，其实我本身是客家人嘛，那小时候的母语，当然在家里都讲客家话。那其实跟同学大部分，都是在用国语交谈。那其实台语部分，小时候我台语并不是非常的练邓啊，也是后期出道以后在秀场啊碰到很多的朋友，才开始慢慢的学习这个台语。没想到台语后来也讲得还算可以，那也就习惯性的在讲国语的时候就比较有那种台式的国语方式。那你这次呢？老师在纠正你发音或咬字的时候，哪一个字纠正的特别多？很多，像其实老师很辛苦，他就准备了一个范本啊，这波波摸佛的支吃思支吃诗这一些东西的啊，比如说大师啊、大叔啊，或者是公益，我们做公益啊，我们一栋公寓啊，就是每天念这些东西。然后他还希望我就是每天晚上基本上就这样念书啊，然后或是有报纸，你就不要用看的，用念的。对，他慢慢的就内化了啊。我甚至还曾经。那时候刚开始练，已经学会卷舌的部分。然后有一次叫小孩说，吃饭了啊！我小孩说，吃饭就吃饭，还吃饭？这在家里就要自然而然开始熟悉，就很习惯性的，结果没想到还被小孩纠正。那以这次的主打歌来看的话，在录音间里面哪几句话是自己咬字错特别多的？一路再录，还是已经练到非常的熟悉了，所以一次成功。有的还会卷太多，就像我们为了生活奔波着，错过多少值得爱的人，值得的那个就会卷太多这样子，就跟吃饭了一样。比如说沉浸啊，就沉浸在自我的这个环境中，这个。就会为了那个沉浸啊，就很麻烦，对。不过这一次呢，整个专辑除了刚刚讲到说你是发国语专辑当国语歌手，不过呢还有另外一个是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 Daniel，为什么是想要用这样子的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方式来做这样子的新的付出？其实出国语歌是我一直从未放弃过的梦想。那这一次重新做了这一张专辑，那里面我们很开心的就是碰到了，唱到了这首张简君伟老师他所为我量身定做的这一首《单向人生》，那它就只有一把低音吉他这种acoustic 的这种方式的编曲啊，那我也是清清淡淡柔柔很内敛式的一个方式去呈现这首歌曲，没想到出来以后，包含我自己，还有公司所有的同仁们，大家都听不出来是谁唱的。真的，我们一开始听的时候也在想说，这个人是罗时丰吗？对啊，他是，然后后来打出来说，
罗时丰是同名同姓吗？还是唱台语歌的那个罗时丰？对啊，大家都不太敢相信啊。对，那其实用这个方式最主要就是说，我罗时丰出国语专辑，唱国语歌，有什么特殊吗？其实也不尽然，可能大家长期已经习惯了。罗时丰你就是一个好像歌坛公务员一样，每年都有在出唱片啊，要出国语歌啊，可能是语言上的不同而已。最主要就是像那个阿妹有没有？阿妹她之前不是有用一个阿密特分身啊，她另外一个分身来表达她想表达的音乐。同样的，我用 DL 也是希望让大家在没有任何的想象空间之下，来听到、接受这个温暖诚恳的声音啊。最主要是这样子。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重新定义罗时丰。当然，就是重新肯定、认识、定义我罗时丰。那当然一开始用 DL 的方式，大家的讨论度非常非常高嘛啊，不管在网络还有很多的 PTT 的留言，大家都一直在讨论说这个 DL 到底是谁是谁啊？当然，后来我们发现讨论最高的是刘德华啊，刘德华。这样你是开心吗？我在想，可能就是拜他所赐，所以讨论度才这么高。不过现在在唱片市场当中，很多新人辈出嘛。那其实您有强调说你是中古男人、中年大叔，你觉得说大家看到的，希望能够呈现出来是怎么样不一样的罗时丰？其实我们的 slogan 有说，小鲜肉不稀奇啊，中古男人正流行嘛。对。其实就是呈现一个中古男人的一个生活写照，一个心情故事啊。我们其实在这行业32年来，经过了很多的风风雨雨啊，很多的历练啊，最主要就是让大家啊，一起来有意义的分享我这一些经历，这一些心情的故事。因为可能很多年轻朋友，搞不好到了我们这个阶段的时候，你们应该也会经过吧，经历到我们这个阶段，你到时候你就会看到原来你这个一个半百男人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这些初老状态啊，一些身体的一些状况都会出来。所以其实，在这一次的新专辑当中你刚刚讲说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嘛，其实，在几年前自己的身体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所以经历了这些之后，是不是特别注重养生跟保养？不算小问题，是大问题。大问题，当时是什么样的状况？我肚子曾经开过3次刀，在1年当中吗？没有，在好几年当中，对，第一次差点腹膜炎，很危险，很危险，就差那么5分钟而已，可能我就救不回来了。然后还有气室炎，就是我的横结肠已经有切断过。切了12公分啊，所以我的肠子比人家短一点点，然后还有我小肠也出了问题，所以其实我的肠胃本身就不是很好，那后来才开始懂得这个健康的重要性，那开始懂得养生，然后也开始懂得这个运动，后来就养成了这个运动的一个好习惯啊。所以的确，运动让自己身体练得更好，非常的重要哦。其实如果回到就是当初讲到你的音乐路的起点，其实你从小的时候就是很喜欢玩音乐。不过有一项乐器是不是你到现在觉得有点遗憾的，就是吉他。当时是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让你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弹吉他？其实好几种乐器都让我觉得很遗憾。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去远足，然后就到了山上，然后一个半路当中，我就拿了一个以前削铅笔的一个小刀折叠式，然后打开以后拿了一颗梨子，然后我就切下去以后我还很开心的拿去给老师吃，老师来吃梨子呢，一拿我的这一只小拇指就整个就断裂掉，你自己都没有发现？没感觉耶，我都吓一跳，然后因为我一下去的时候那个神经被我切断，
那都不感觉痛都没有，啊完全没感觉。我也是奇怪，我怎么那么没神经啊？对，然后老师马上一个女老师啊，还昏，吓坏了，昏倒。那其他男老师就过来了，哇，怎么办？在深山里面，而且又在一些这种类似产业道路，哇，然后就在等，因为回到这个是乡里又不对，又有距离，那往里面有一个小村庄，比较近，但是还是有距离在。后来等了一会，有一台摩托车啊过来，就拦了他，就跟他讲他就上他的车，就载着我到里面，他因为他要进去里面的一个小药局吧，山上真的卫生医药条件不好，不好，就是一个，然后就进去，然后就看了，然后他就把我就缝起来了，缝起来以后没想到神经没有把我接起来，所以后来这只手指的这个尾端就不会弯了，没有力，对，没有力，那到了国中的时候，那时候就一些大哥哥们他们在玩吉他嘛，我就好开心，然后就有时候把他们拿来，就自己在摸索玩一些吉他。然后后来学校那时候我记得国一的时候，我们校长是古典吉他社的社长，那他就开办了一个吉他教学课，哇，好开心，我就去报名，然后买了一把吉他，然后校长就轮着看一看每一个学生看看，然后跑到我旁边的时候，就看了我的手指，他说你这手指怎么了？我说它断掉了，啊？那你这样没办法弹啊，你封闭式和弦你没办法弹啊，你回去，立刻把你赶走。我就拿着吉他就回去了。那时候应该很伤心吧？是很受伤，很受伤。后来我自己也是去摸索，就弹一些单音 OK 啦，一些比较没有用到小拇指的这一些和弦还可以弹，但大部分就比较没办法那么熟悉。我也曾经翻过来用左手来弹，但是没办法，就不习惯，那个不习惯，没办法，是。所以除了吉他之外，刚刚说很多乐器也都没办法。像钢琴也没办法弹，钢琴也会去压到那个旁边的按键，那个琴键啊。不过你有一萨个克斯风我有练，那也是有的音也是需要用到这个小拇指，也是没办法。不过你有一个非常浑然天成的一个浑厚的嗓音哦，所以你那时候大概16岁，还在高中的时候就参加了歌唱比赛。我们今天呢，也从我们的台视的资料库当中找到当时你参加这个歌唱比赛的经典的片段，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次参加，而且又是这个男生，居然在今天能够得到第1名，你先说说你的感觉。我觉得太意外。不是意外，我相信我们的评审他们的耳力与他的这个视力都是第一流的。是。那么把你列为第1名，一定有他的道理。那么你自个儿这么谦虚，你学歌有多久了？从小就喜欢唱歌。这是第10次。第10次。还记得这衣服吗？特别选的。我妈好像太懂了。成功失败都要看你自己。那时候感动你还记得吗？那时候就很突然啊，太唐突然。在这里，我非常感谢我们青年中学的校长、主任、老师以及同学们的鼓励，也非常感谢广大爱护我的观众朋友们，也非常感谢台湾电视公司以及制作单位给我这个机会，我才能10次进榜。不过很不错了，因为第一次罗时丰讲话的时候没有这么流利，现在第10次了，应该是很流利了。进步了，已经进步了。首先恭喜您的公子能够在我们这个综艺金榜得到10次的排行，您的感觉如何？
谢谢这个台视制作单位，好，更谢谢2位主持人，哪里？给我们孩子有这个荣耀，谢谢。这个罗伯伯讲话其实是简单明了，罗妈妈呢？还有我今天很开心、很荣耀，能够站在综艺金榜台上和大家见面。还有电视机旁的观众支持罗时丰，关怀他，我替罗时丰说声谢谢，谢谢。刚刚看到这段有没有特别的感动？感触好深哦。对啊。你眼眶红了耶？有吗？有一点点。对啊。其实很多事情都回不去啊，人生就是这样。而且这一段是对你来讲应该是意义格外的重大，因为当时是爸爸妈妈其实不太愿意你走歌唱这一行，所以当时他们在你得到冠军的这一刻进到现场，让你特别感动。一开始其实我爸爸他对小孩的管教方式就是说，哎，你就好好的读书吧，啊，以后有能力考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比如大学或者什么，乡下家长都会认为说，你小孩子读书啊，以后的发展路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会比较有出息。你唱歌能当饭吃吗？对，你玩音乐能当饭吃吗？对，乡下的家长都会有这种方面的这个观念。对，那是因为我开始去参加了1次2次以后啊，一些亲朋好友或是乡亲们，大家开始来祝贺的时候啊，父亲才开始有一点优越感啊，然后成就感，我小孩竟然也会唱歌，而且还有一点名堂的，然后就开始接受。其实刚刚看到就是说，我觉得人生就这样，然后我们也得到一个荣誉，然后父母亲能够跟着我们分享这个荣誉，其实是很开心的，很感动的。其实人生就像你讲的，已经经过半百嘛。其实，在很多的过程当中，可能当时一开始父母他们其实不太愿意走这一行，但是当时看到爸爸，那爸爸那时候同意你能够走歌唱这一行，那时候我们特别给你什么样的期许？有没有特别跟你说什么话？倒还好，他只是跟我讲说，因为乡下家长总会认为就是说，哇，这上了台北演艺圈。或许是一个大染缸你要自己要好自为之，你要多保护自己一下这样。当然，我也是就只身来到台北嘛，他我觉得人生这个经历，我就最遗憾的、最惋惜的就是我出道以后，父亲当然也很开心甚至。我在实至未免的时候，哇，回去好像是那种光荣回家一样，哇，很多乡亲门口还放鞭炮，然后父亲就摆了20-20桌的这个酒席然后县长、乡长都来了然后颁发了一个苗栗之光，这样就很开心。我还记忆犹新的记着爸爸的那个开心的那个神情，真的是无法忘怀。对，但就是，进入这个圈子，我们也很努力认真那时候真的是汲汲营营的希望能够多做一点很忙。我记得就是隔了1-2年吧，那时候忙得非常忙。好不容易有一些积蓄就叫我爸后来开这个杂货店嘛，他每天都在顾店，就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可以出去玩，乡下人都很死板，就是顾店就顾店的。我就叫他把这个杂货店收起来，然后我就买了1台国产车给他爸爸妈妈就可以常常出去晃玩才开不到半年，然后就碰到我奶奶80几岁的寿终正寝也是有点生病，然后离开了。隔了3天以后，我爸跟着走。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遗憾。那时候你才21岁。
其实才18、19岁而已，对，说啊，一下子走了2个挚爱的亲人，对，这个人生就是这样回不去的旅程。当然这30几年来我们经历了很多，然后我们很多的一些亲人也都在我们身边，这样子陆陆续续的离开。其实真的就看淡一点啊，人生嘛就是这样，我们就好好的努力，把我们每一天需要做的事情都把它做好。台下只有2个观众，对，还搞不好不知道我是谁呢，在那边唱来，他们好像意见不合还是怎么样，就2个就打起来了，而且还酒瓶拿来就往头上摔了，哇，干嘛喷血？其实我们跟大牛哥聊到，就是您是苗栗之光，也是3义之光哦。其实你是客家人嘛，不过一开始呢，可能就是包括唱台语歌，但是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可能就是一开始你刚大概是17岁、18岁的时候唱这个《无言的结局》。那时候呢，其实大家可能听到歌声之后，然后发现说，原来这个男主唱他竟然只是一个高中生，那时候你怎么样去诠释那样的心境，而且要跟大你大概7岁的林淑荣姐来对唱？我那时候倒也没有什么样的情境，以前年轻人就是爱唱，也不懂得什么技巧，然后收到了这个 demo， 然后回家就拼命的练，把它练熟了，然后就发这个录音的通告，然后就北上，从3义到台北，然后到录音室就录制这首歌曲。然后就直接录音室，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听到这个歌，我就当我要如何能停止再一次想你。没想到就后来还有很多主持人啊什么，还刻意会去模仿你，有没有？当我要我觉得那时候你应该还没有谈恋爱吧？没有无言的结局吧？那时候还都如果有认识同学，也是纯的爱而已啊。对，都还没有什么恋爱的一个很好的经验都没有，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大家就认为说，这个声音好像很成熟，他可以唱出这个，竟然是一个17岁的一个小男生唱出这么一个深情款款的一首歌曲。不过那时候就是因为其实刚过青春期嘛，都是青春期的高中生，但是呢，你声音很成熟、很浑厚，可是，在心情跟心态上，应该还是属于就是小男生的状态。但是你出道的时候，一开始你能够面对，比如说在餐厅演唱的时候，可能台下一开始是不是可能只有哩哩啦啦几个观众，最多是只有2个观众，最少的状况。我就是那时候参加我们台视的这个综艺金马歌唱比赛嘛，出去以后，我们苗栗就有一个西餐厅嘛，也是透过人来找我说请我去可不可以演唱表演一下，然后是无酬的只是让我去学一下经验，好啊，然后有地方可以唱歌，然后去的时候，台下只有2个观众，对。还搞不好不知道我是谁呢，在那边唱来，他们好像意见不合还是怎么样，就2个就打起来了，而且还酒瓶拿来就往头上摔了，哇，干嘛喷血？我就往旁边退，然后后来他们这个餐厅里面的人就把我拉下去，那就结束了，也没观众。这是你的第一次公开的登台演出。就除了歌唱比赛之外，算是第一次公开演出，然后就碰到那个情形，很尴尬这样。这个也是一个经验啊，蛮好玩的。其实你就是一个好好先生，在圈内的人缘也非常好，所以对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对朋友都很大方。是不是你在经历了就是当了歌手、当了演员，也当了这个节目的8点档制作人，但是你也投资了唱片，那时候投资了这个大罗唱片，那时候是不是花了1000多万学了一个很好的经验？开唱片公司当然不只花那个钱啊，那1000多是一个就是一个制作人找我说，
你既然唱片卖的这么好，那你干脆就自己来开唱片公司嘛，就不用跟唱片公司来 share 了，对不对？哎，好像有那么点道理，对不对？哦，可以哦，那其实我也不懂，然后就开始就筹备弄公司这样，然后就陆陆续续有一些钱进来，他就把你从中就拿走，在他的部分就拿了大概1000多万，对。那当然后续我还是有一直在经营经营了好几年，可能是应该是很辛苦的一段日子。那时候就自己想当老板，对啊，是想成立这个唱片公司。对，有一些歌手或者什么，他们会成立制作公司嘛，就 for 自己这样。那我那时候是不只是制作公司而已，我还做发行，就是制作、宣传、发行，整个我都做，所以就会花的比较多钱一点，对。所以大牛哥，你是一个全方位发展的艺人。除了这个好好先生之外呢，你还演戏嘛？但是呢，其实大家对你印象最深刻，应该是你自己印象也很深刻的，就是你在金钟奖拿了综艺节目主持人奖。我看到那影片，看到你一开始宣布的时候，你好像是整个呆坐在那边，完全不知所措。我那天才在一个视频，人家传到我 FB 里面给我看，哎呦，怎么还有这个视频？好厉害，找到，然后就看了一下。当天没错，我是坐在那个观众席那边，然后后面小燕姐、碰狗，然后还有曹启泰，还有一起入围的飞哥，他跟小哥在舞台上颁奖，对，然后小哥就得奖的是金赏得奖人张燕婷、罗宇雄这样。我还坐在那边。罗宇雄是你吗？没有，那时候有改名对。然后小燕姐坐我后面，拍我肩膀，你我，然后全部眼光，因为我从下面看到，全部在看我，我吓一跳，我啊。你那一刹那没有听到声音是宣布你的名字吗？因为我在想，我不可能嘛，有小燕姐，有飞哥，有碰狗，这些都是身经百战。这么棒的主持人，我怎么有可能会轮到我们？对呀，我们有入围已经算是很大的恩典了，还得奖，所以那一次真的我被吓到，那当然就上去就领奖，我也不知道自己讲了什么东西，因为完全没有准备。所以那是你第一次主持综艺节目？也不算第一次，但是就是说那个节目我做的时间比较长一点。也是制作单位三顾茅庐来找我主持嘛。那其实我本业是歌手，那主持这一块其实我比较没办法胜任。那他们就没有真的，他们就很诚意。然后我就想说，好，就跟他学习一下。然后我就跟小哥，我们两个就其实他会分配一点东西给我们就是一起互相就做了那个节目。也说真的，那个节目能够得奖是拜小哥所赐啊，因为我相信评审老师他们应该是很喜欢小哥，然后顺便因为我跟他一起主持，所以讲就。不过同一年入围的是有这个龙兄虎弟，就是飞哥跟小哥一起主持的，但是得奖的是你跟小哥一起主持的，所以其实这样子的结果，应该评审的眼光跟他的心中的决定，就是很明显的是肯定你的实力。我不知道，这运气好吧，运气好，就刚好可能比如说10个评审有超过半数的评审认为我们这个结合这个搭档是还可以被接受的吧。你好像那时候受访的时候讲过说，就是从费玉清小哥身上学到了老二哲学，就是从他身上学到的是什么样的老二哲学？其实小哥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他早期在秀场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艺人朋友，他会希望我要当主秀，那当主秀你就是必须要扛票房嘛。那像小哥，其实他一直有当主秀的这个地位，但他还是不要，他拿的钱你不要给我主秀的钱，但是他又比主秀可能就少一点点这样子，然后他就
你不管帮他排在前面唱也好，中间唱也好，最后唱都好，啊，他就不争不求，那他这样子他就可以去跑场，哦，对，他就赚的比主秀还多，啊，他就不会去争这个排位，那包含他后期在这个荧光幕上，他主持也好，他也都是一直老二哲学啊，啊，所以你看他老二做到他现在已经变大老二了，对啊，很厉害。他虽然不是说哦老大，但是他至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哦，是很厉害啊，我觉得。所以我一直想要跟他学习。有没有感受到，就是大牛哥 Daniel 罗时丰就是一个很谦虚，什么事情都不会觉得说自己一定是一定要强出风头的。没有，我像我这一次有一首歌，里面有广东词，一开始我就说，经过风风雨雨，有欢笑有泪滴，身边的你们我最珍惜。也许我不是最好，但是我一定努力。这也是我的心声啊。其实说真的，在放眼看下去，演艺圈会唱歌的朋友太多了。那我们当然老天赋予我们一个还可以唱歌的喉咙，对。但其实那还是要有很多的运气。所以我们这当然努力也很必须啦，但运气也是很重要。我曾经跟我老婆开玩笑说，我来从政好不好？我老婆说好啊，你去啊，我就跟你离婚了。在你出道15年之后，你拿到了一个应该是你觉得是真的是肯定你自己的奖项，就是金曲奖。哦，当时拿到这个金曲奖最佳方言男演唱人奖，那时候的心情是不是跟拿到金钟奖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其实我也吓一跳，因为其实金曲奖已经28届了，28届其实照来讲来算起来，我应该是从第1届我就可以开始报名啊。然后甚至搞不好都有机会拿奖，但我之前就是没有报名，啊，唱片公司也没有报，那时候都怕有魔咒，你知道吗？很多都就是这样啊，就是比如说得了就不红，得了奖以后，然后就这个人就不见了，好多个哎，他就那都我们后来我在就是2000年之前我完全没有报过名，所以那是你第一次报名，我那时候是第一次报名，就第一次拿到奖，然后就得奖，我自己也是哇，受宠若惊，我也吓一跳，哇，怎么有这么大这么好的一个福报，这么大的一个恩典？我第一次报名，然后就入围，然后就得奖，而且那一次是集结方言，方言是有其他的语种的朋友都很棒的一些音乐人。都集结在里面，我竟然可以得奖，这真的是，你看这福报多大啊！然后后来还好，我就是末代的方言男演唱人，然后后来就变成有分语言语种，但或许有一些人觉得，音乐哪有用语种来分的啦？但是在我个人认为，因为我们台湾的音乐的这个奖项其实没有，就是说那个没有那么多。音乐的风格的比例上没那么多，所以用这种语言来分的话，真的很多，包含台语的、客语的、原住民语，细项分了以后，创造了好多很棒的音乐人出来，就是很多元的一个环境。对，是。所以那次我看到个简报资料，上面说你得了这座金曲奖，你自己觉得心安理得？就。基本上就会比较觉得是 OK 一点，因为主持说真的不是我的强项。唱歌拿到奖还 OK， 对啊，至少我这个是我强项里面得到的这个奖项。所以是不是其实，在那一年的之前有一段时间是你比较沉寂的，大概2年多的时间，所以那时候你会觉得说，其实有这座奖的肯定，可以让你走出很多的阴霾。你觉得那时候心情是不是大概是这样？
我那时候就是得过奖以后，大概也在出了2张的这个专辑之后，后来又换了一个唱片公司，然后因为换了一个唱片公司，他比较没有经验，所以就稍微有拖了时间，他拖了2年多，快3年的时间没有出片。那我出道到我目前现在，基本上我就是一个歌坛公务员，每年固定都会出1张专辑，哇，2年半没有出，我那个心里的那个恐慌压力啊，对啊，就开始起来了。所以那时候真的有一阵子，就是恐慌之下，曾经有想要从政嘛？因为之前我们记得你以前是这个模仿李登辉前总统。没有这回事，那个只是那一天跟记者朋友在聊天，聊到啊，你有没有想从政？我说，哎呦，我曾经跟我老婆开玩笑说，哎，我来从政好不好？我老婆说好啊，你去啊，我就跟你离婚了。那是开玩笑，完全是以开玩笑的口吻。没想到他写出来说我要去从政，没这回事。所以我们不能以讹传讹。没这回事。不过那时候你在模仿李前总统的时候是非常成功的，那时候都没有人劝进说，哎，大牛你来选一下这个民意代表。倒没有，对，就是我也不知道那时候秀场文化啊，大家就很好玩，因为秀场比较没有禁忌嘛，啊，对啊，主持人就说，哎，你长得好像李前总统啊，我像李前总统，因为你下巴很长，哦，来模仿一下啊，模仿我哪会？那我印象当中就有看过一些长辈，他有模仿过玩过这样，我就在台上玩，哎，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后来就也是很多主持人都有看到，就我在每一个场合，他们都会希望我来玩一下。那艺人就是这样，每一次在舞台上都希望能够带给观众朋友欢乐嘛、快乐嘛。我们都希望能够讨好所有的观众朋友，让他们很开心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在台上搞笑啊什么之类的。对，如果人生活到80岁的话，我已经过了半座山多一点点，我还有后面的半座山，真的是我还没有我没有答案呢。对。所以我就努力了，认真，然后有梦想我就去追求。我们说50而知天命，罗时丰罗大哥，你觉得你自己对自己有什么样一个更高的期许？我这一次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深夜面谈》，是易家扬老师帮我填的词哦。那它里面有一段词，我真的当初看到的时候，哇，非常的打动我。他说：“深夜的面谈，记忆配心酸，喝了半醉的夜晚，过了半座山，还有半座山。”好多问题没答案，其实我已经算过了半座山。如果人生活到80岁的话，我已经过了半座山多一点点，我还有后面的半座山，真的是我还没有我没有答案呢。对，所以我就努力了，认真，然后有梦想我就去追求，有机会我就好好把握。那其他部分就是，守时安分啊，顺时听天，老天爷应该都会有很好、很美妙的安排。的确，大牛哥从一开始16、17岁登上舞台，一直到现在32年了。其实从一开始的刚出道的这个小毛头，到现在其实就是一个已经是中古男人了，但是能散发出很多的魅力。正流行啊，中古男人。我们今天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同时呢，希望你可以赶快你的愿望可以都实现。好，谢谢，我们大家共勉之啊，就是我这半百男人还有这个梦想想要去追求啊，那也希望很多年轻朋友，同样的你有梦想，我们一样勇往直前，希望每天都能够超越昨天，努力向前。对，谢谢 Daniel， 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DL罗时丰，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话：
凡含泪播种者，必欢笑收割。我们大家共勉之。